呢一场事件引致叙利亚嘅难民太多，本欧洲各国对外使用嘅人物产生极多无相关意见。各国政府未经翻落安全兼顾到关内嘅人民生活还有人头嘅问题。1959年，西藏嘅进行两手睇来滥马流氓进土界下，每有10万嘅土邦难民系对中国走出来，去到领土。而落脚是差不多半个世纪。连续4年能规划土邦流氓路嘅内列波头，记者请军民设置去到领土嘅泰兰萨拉呢个土邦流氓政府嘅所在地。而对近期教育、经济同环境嘅事态议题，强化了关心热情土邦难民嘅情形还有嘅困境。其实多年可能是唔知，到10年、18年。有幾萬嘅流氓國國，包括台灣嘅土邦人，同去年許多國體嘅大票數投入了未來5年新進嘅實踐，還有國會議員嘅出現選票。未按算到2016年3月辦成第二屆團嘅選舉。禮拜睇先係自從兩手第14世嘅了泰來拉馬宣布警告分離了後，流氓嘅土邦人舉行嘅第二擺出現。同第一擺來比，無論係參選人，亦係選民，大家做下更加抽籤嚟參加。啊，你嘅民主基礎嘅選舉哦，未本大家土邦嘅公民就更加抽籤嘅言論同支持持久。这样的，然后呢，到这些下的满洲。然后呢，从这德里以后呢，从这里，马切尔达姆萨拉那。對是從拉薩、盤古、喜馬拉雅山脈到淨土嘅塔蘭薩拉行20年。1987年頭，拉薩發起堅持抗議發動，主張是從土地嘅拉馬阿旺維色同其他10個叛逆案內走出來嘅。在尼泊爾到了以後呢？吃東西也沒有了，10天沒什麼吃東西。我有個朋友，那個個子高高的那個，他去那個腰帶這麼長。對1959年，西藏兩手第14世泰來喇嘛離開西藏流氓去領土，到塔蘭薩拉建立流氓政府，幾萬土邦人是等泰來來到量。由土邦經濟法成立嘅土邦93運動組織是表示，除了宗教信仰因素之外，對種種相片是看到是從境內同珍貴嘅林木礦山，本人以下嘅再出去，中國政府幾百姓嘅搶土邦人嘅土地同資源，甚至限制土邦人嘅語言文化教育入到，被今年搞不將而走出來。So there are all these polici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omes out with. And that's the reason that the Tibetans are getting frustrated. They're saying, that's why, the Tibetans, young, old, they continue to come out.原來引起嘅印土泰蘭薩拉嘅路項，兩船嘅別項貼進到參選人基本資料同證件。10年18年，包括印土、台灣、美國等10萬個國家，差唔多13萬個流氓嘅土邦人同步進行流氓政府45個國會議員同實踐嘅選舉。另外係自從兩手泰來喇嘛宣布警告分離了後，第二擺流氓政府嘅出現。We need to fill up the person name and his present resistance and also his present post, what he kind of working on. So we need to fill up all this and then we can vote. 一場大選除了實踐由土邦人團體喺非政府組織推薦之外，國會議員係任何流氓土邦人做下實踐，唔是那報政金，亦唔是登記，貼海報發表自家嘅想法，所以通過第一階段初選是係正式候選人。So we like just a very simple way to just put posters, maybe a very simple way. But at least we enjoy the democracy, same as the other country who have independence. 流氓土邦人對西藏走出來，同境外成立流氓政府，警告分離了後，用人民切線嘅方式，唔單止向上進延續土邦獨立嘅發動，為建立同中國土財經濟無相關，韓國世界做下承認同嘅民主基礎。客家新聞陳居明，土印土泰蘭薩拉嘅採訪報道。